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1月15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开始，咱先来关心进前失踪的 F-16战机的飞官陈毅搜救的上新的进度。昨下晡好亲像搁找到飞机的碎片，也出动怪手要来挖。因那昨日发现的镜头啊、甲皮肤、佮有骨头，经过 DNA 比对，确定是和陈毅的妈妈有1清等的关系。伫镜头看到搜救人员手内摸的，敢若是飞机的残体。14下昼水下大队，敢若阁发现飞机的机身直接钻入去地下内面。验过尾啊，敢若拄到困难，有几多个人最近出力，要甲敢若是tìm一个海底其他机身救起来，验过游袂叮当。真正指挥所讲，无搁再发现任何敢若是人体的组织。验过伫近一个的搜救行动，军方找到的装头武功、皮肤抑个骨头，是直接送到嘉义市立殡仪馆，请单一个家人加检察官相验。包括皮肤、骨头等等，经检察官与法医师于昨晚进行相验，已采集检体及家属之 DNA 送法医研究所鉴定。检验鉴定结果，甲陈姓飞官的母亲有1清等的关系。研判所有采检的检体，拢是陈姓飞官本人的组织。军方强调，搜救行动未停来，也已经自各地调研机构，这2天就会到现场，了解当地地形的渔民讲，有可能飞机的残体会互按流降去。但海上若较稳定，会当出海，会搁再坐竹排啊，沿着水较深的所在继续找。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疫情的消息，因为本土疫情搁拖翻头，为着要鼓励民众住第三档，总统蔡英文伫早起7点半，佮副总统赖清德是伫咧7点50分，2个人分别去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住第三档的高端。台大病院的护理人员甲高端疫苗摕伫手里，要互大家看好详细。所以来就准备要替总统来住第三档的高端。总统府表示，为着莫影响到已经预约要住疫苗的民众，总统甲副总统则分别伫早起7点半、佮7点50分去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来注射。总统注射佮媒体甲伊问讲，做完疫苗敢会捌倒枵？总统是面笑笑无回应，毋过伊和副总统确实是用行动来鼓励民众赶紧住第三档。昨是增加57个境外，佮有11个本土，其中有3个本土是银行员的亲人。佮较正力的是，这间银行食尾牙西体牛排，也有3个员工、2个人客来确诊。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轻症未送病院，改送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来减轻这病院的负担。国内新冠疫情继续传开，14拜5新增加11个本土病例，包括机场塞车小话内底机服员认的小妹先生伫隔离期间破病确诊，机场清洁人员规定小话内底乖友会计程车司机的女朋友也甲女朋友的后生也感染着。联邦银行规定小话阁新增加3人，分别是银行员工的男朋友加做伙大的亲人，西体牛排也增加5个人确诊。除了女高级工读生加2个外场人员，以及来餐厅用餐2个5岁以下查甫囡仔。当天有7个，一家有7口人在那用餐。那父母是现在验阴，那应该是还没有就是还都有一个潜伏期在嘛，都要再观察。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病毒基因定序结果，顶礼拜新增加 Omicron 超过100例，累计国内已经验出317例，包括278例境外，39例本土，其中境外移入突破性感染有259例，占9%。目前也还是没有观察到有这个重症的个案，那这个大概一半是这个无症状，一半是轻症所以这个部分大概跟国际上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相吻合台北市联谊仁爱园区护理师的感染源也找到定序结果是 Omicron， 甲捌照顾过确诊病患的数例同款，稍有独立的传播链。指挥中心考虑到最近确诊者大部分拢是轻症，还是无症头，宣布15拜六开始，轻症患者无送病院，改送集检所，还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那我们也会订立一个轮值表，然后分段这样子分级的来分送，希望能够减轻医疗院所的压力。
因应国内疫情紧张，指挥中心也为15拜六开始，重新启动1922公费疫苗医药平台，提供已经注2剂，而且满12礼拜以上的18岁民众，已要注第3剂疫苗。为拜六早起10点开放预约，照年纪分流预约，注射时间是17至23。指挥中心强调，本期医药未发送提醒简讯，请民众爱注意医药的资讯，家己前往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也上新的消息是，指挥中心昨个证实讲，桃园阁加3个确诊，是一个国中生甲2个高职生，因是西体餐厅迄位确诊的工读生，按17774伊的亲人甲同学，相关的采检也正咧进行当中。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3个阳性的个案 ，CT 值拢伫咧18到30中间，拢是10外岁的查某囡仔，是按17774西体餐厅工读生的接触者，2个人是同学。一个是读高中的亲人，桃园市卫生局当时安排这间高职专校的师生，大约2000人来采检。这届桃园机场传出来的确诊案也已经有69个人。进前才讲到讲，有确诊者竟然家己偷偷啊，甲抽风的设备关起来，互病房失去负压的状况，危害到医疗人员。昨又阁发生讲，有确诊者伫病房爆昏。台北的联合病院仁爱院区也证实讲，昨巡病人的时，伊规间便所拢是薰味。这个病人佫讲，伊家己毋知影袂当食薰，医疗人员也已经甲伊讲，这安尼可能会地疏火灾，有偌尔啊危险。在同日下午，护理人员透过监视系统呼叫该病房的病人的时候，病人没有回应。护理同仁立即着3级防护装备进入病房探视。发现病房的厕所烟味严重，经询未发现有烟蒂，再次对于病人予以告诫。这2天入境的人数是大增加，因为若要关的区会当食团圆饭，这礼拜就要赶紧入境来检疫。昨就有3600多人来入境，而且伫6班航班当中，就验出29个人确诊，这阳性率是有7.6%。桃园机场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就表示讲，这3-4天以来，长途的航班就验出139例。民众伫机场拖行李，准备要做采检，为着赶伫申请进前，会当登去厝邻甲厝内的人团圆。桃园机场14、15入境的人数是上济，根据指挥中心的掌握，估是14都有3600多个人入境，其中早起6个回轮机的机抓。到机场 PCR 的采检有29个人确诊，阳性率是7.6%左右。今天早晨有6班班机，那有382个人接受检验，那么其中有29位是阳性。只要戴好口罩，那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不要到处触摸，这个快速的通关，我想风险应该还是可以控制的。越南其实境外入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侦测到有 Omicron。那东南亚这边看起来，除了菲律宾以外，目前我们也没有侦测到这个 Omicron 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目前来讲，大概就欧美、中东这部分看起来还是我们比较这个需要严守 Omicron 这个来源地。为11开始3天半以来，拢总有139个人确诊，阳性率嘛是7.6%。王必胜认为讲，无论是过一天的数据，或者是3天半以来，阳性率差不多拢是7%多左右，看起来是真一致。也有民众投诉讲，回轮机降落了后，入关之前所有旅客要是南做一伙，就算是伫候机室，体检结束了后才入境，也是有风险。针对这点，王必胜讲，远途的机抓降落了后做采检，各航班拢是有分开来进行的。机场很大，它的动线拉得还蛮长的。那即使是有这个不同班机一起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地方会有聚集的问题。那么再加上说，现在长程航班已经筛检完阴性才放行，那我想说这个风险已经下降到很低了哈。现在桃园机场第3批全面的体检，排班客停车的稳健，厝内的采检有951个人。清洁人员甲保全人员987个人采检了后拢是阴性，无人确诊。但是也搁爱做机场工作人员差不多6000人的体检，伫风险解除进前，拢爱真谨慎对机场内部做风险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接下来先看联合报。民进党昨邀请党团的立委甲行政院的官员讨论日本福岛食品的议题。
民进党的立法院总调郭建民表示，这局当然嘛是爱面对叶明确指出这是无表决的问题，讲过一段时间就成立。这也显示执政党已经对开放福岛食品这案有较明显的行动。最后，咱来看《自由时报》，有一间做微电子的中国公司，透过台湾一个姓卢的查甫人，伫新竹县的竹北市成立纳心微电子公司，汇资金招相关的人才，准备要甲台湾高科技的成果投去中国。加在有检方掌到依照这个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甲迄位姓卢的查甫人用以20万交保，在等待复团。落尾是看《中国时报》，劳动部昨公布劳保精算报告指出，统计到去年年底，劳保基金的负债已经超过11兆，这可能伫2028年就来破产。这个期限已经比顶届报告时搁延2年，不过破产的危机犹原就伫咧眼前。咱转来关心在地的消息，最近宜兰县府互人怀疑讲有牵涉到土地的弊案。昨昏廉政署甲宜兰的地检署调查足侪机关，也约谈真侪官员，其中也包含宜兰的县长林祖苗。侦讯结束了后，县长林祖苗甲罗东的镇长吴秋玲是互人列做被告，无报请回。县府的建设处代理处长甲农业处的科长，这两个人是互人收押禁见。一路车差点跋倒，宜兰县长林祖标互人扶着。透早5点对廉政署转来到宜兰地检署复讯，因对提问拢无讲话。现场身体状况还好吗？昨早宜兰地检署指挥法务部廉政署已牵涉罗东土地开发涉嫌贪污治罪条例，这案由分做30多处大动作来搜查。宜兰县长林祖标住的所在，甲罗东镇公所这所在，罗东镇长吴秋玲甲翁婿询问了后无报来请回。我也不会说了，我自己把解释清楚就好了。县府交通甲秘书处长以及林祖标的后生甲查某囝拢被请回。县府建设处代理处长吴兆琴、农业处农务科长吴东元两个人嫌疑重大，有串证的问题，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申请扣押核准。罗东镇公所行政室主任甲一个科员涉嫌独立罪嫌，是20万交保。现场还好吗？还好吗？现场有没有休息？林祖标经过规工询问，在早起9点无报来请回，离开宜兰地检署，并且登去官舍来休困。检方宣布全部侦讯告一段落，除了向扣押的代理处长甲科长请回秘书处长詹成勇甲交通处长杨志良是正常去上班。宜兰市长江聪燕认为，林祖标向收查已经让宜兰清廉的形象打上阴影了。这个一定有掌握很充足的一个市政，才会做这么大动作的一个约谈动作。本次呢是对宜兰县政府108年某罗东土地免征土地税案，以及若干疑似财产来源不明等数案进行查证。检方这摆主要针对税前的土地弊案来进行调查，有提等于部分的物证，会做积极的处理。进一步分析，日后会做详细比对。这是史上头一摆现任县市首长做了廉政署直接带登去询问。另外，林祖标这人的第2摆约谈，这阵时间也未排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若看到机车顶面有毋是属于你的物件，你就要注意咯。新竹的科学园区台积电工厂的停车场，昨发生一桩爆炸意外。有一个姓陈的外包商，伊下班要骑机车，发现机车后藏一个奇怪的包裹。那知伊一摕起来，这个包裹准变去。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包裹内底是大电池，这恐惊是有人挑工做出来的物件。即卖也继续收集证据，追查详细。他的伤势主要是位在就是他的右手跟左手，还有就是右胸口的部分都有一些就是遭波及的一个伤口。台积电外包商员工骑乘机车时发现机车前方置物箱有一包不明物体，拿取时突然发生爆炸，爆炸造成右手、右胸与右腰受伤，随后报110救护。现场有保2总队、竹科中队、刑事局侦查第5大队防爆小组，新竹县警察局至现场搜证调查中。关心生活的消息，有真侪人头路食久，可能会造成一寡长久的病痛。伫中华正新联合厂有一个送原料的员工杨小姐，伊做1年外了后，互诊断出得到脚底筋膜炎这个病症。
医生认为讲是因为伊逐工行2万步，是一种职业病。毋过杨小姐申请职业伤害给付，煞互劳保局驳回。公司也认定讲，即个伤、即个病痛甲工作无关系。即马双方也搁咧讨论讲要安怎，若是超袂平，最后杨小姐会按算要提告。杨小姐摕到真侪诊断书甲收据，顶头写着得到骹底筋膜炎，互伊行路真疼。伊摕到医师的诊断证明甲就医的记录，向劳保局来申请职业伤病的给付互驳回，讲公司也无愿意来负责，种种情形，互伊实在无法度来接受。劳保鉴定有通过，公司才有责任；劳保鉴定如果没有通过的话，跟公司完全没有责任。杨小姐表示，家己无骹步外伤的病史，2019年8月来到正成轮胎工作，做这个更是款的原料配送工作。因过每工工作8点半钟，超过9成以上拢是爱徛咧。伊需要评估，每工总计行2万外步，建议认定职业伤害。因为除了劳保局认为讲骹底筋膜炎无属有职业病，正成轮胎也医师来认定骹伤甲工作是无关系。那我们目前还是继续给他请病假。但是职业病认定的这一块，还是一样，就是依法规去处理。劳保局表示，杨小姐在申请职业灾害给付互驳回了后，去年底搁再申请审议，也毋过上家审查了后，也是认定杨小姐所得到的毋是职业病，甲工作是无明确的相关，所以讲搁再驳回审议的申请。另外，中法官劳工处也介入来协调，不过也是无共识。有律师是表示，若是讲协调失败，劳方影响法院来提出民事要求赔偿。可以直接向民事法院请求损害赔偿，并且经过民事法院的法官来认定是否为职灾。我们再来协助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行政救济的一个方式。中法官劳工处表示，也会互双方来调解，甲进行个案的关怀，即阵才伫协商。若是也无结果，杨小姐提出民事赔偿的官司，经由法律来争取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建商甲地买起来坑，但介绍好才要起厝。进前中央银行就有一个规定，贷款买地要伫18个月内动工，若无就会照比例甲贷款收回去，或者是提悬即个动工的利息。毋过，就有业者表示讲，整合一块土地无可能遐紧，可能会害4间的建商经袂调，资本着大规模的建商颠倒拢袂受到影响，落尾这厝价也是跌袂落来。为了避免建商利用用资囤土地，甲土地价销差悬，中央银行阁推出买土地贷款管控的措施，针对金融机构申请买土地贷款，借钱的人爱保证讲，上久伫18个月以内都要动工，若无会按照比例甲贷款收回来，或者是每一年提悬利息来管控。中央银行定18个月，像这样的政策，开发商是做不到的。一个土地的整合呢，常常都要3年以上，甚至于8年、10年的所以这么短的话呢，一定会造成开发商资金的不足。你既然买了地，或者要求要贷款，你现在贷了款就要用嘛。这1年半的时间上，你已经有相当时间了。那你说你要去整合地，那含整合人就先不要贷款啦。罗正英表示，建商买土地了后，申请建造开发，加上整片附近的土地，至少要3年才有够。这个规定施行了后，若是无法度伫1年半以内动工，利息就会增加，会影响开发的成本。加上最近包括沙石红毛土等等建造的成本至少增加40%，厝价买到是更较恶。会互推案甲交易的速度变较慢。对中小型建商来讲的话，因为第一个，他们通常购地规模不太可能容易达到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土地。那有一些的话，它必须从小面积的整合。那如果需要整合的话，那常常就是5、6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以这个1年半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压力来讲的话，是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卖厝的中人业者表示，中央银行透过金融机构这边来索按资金，对资金充足、开发能力好的大型建商，其实影响并无大。不过，若是规模较细的建商，会头一个受到影响，造成细间建商要买土地是愈来愈困难，大间是愈发展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是当咧催败全民主疫苗，总统拜登去年捌要求讲，100人以上的企业员工拢爱注疫苗。后来这项规定已经互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不过，美国昨一天就验出上100万的确诊，这疫情真疼真力。拜登也已经下令军队去地方病院斗3工，即马也阁要买5亿份的检测剂和喙安，免费送予全民。拜
拜登政府伫去年9月捌要求美国企业伫1月初时进前落实疫苗强制令，只要公司规模伫100人以上，都必须确保员工完整住过，安尼无就要定期接受体检。不过，就伫1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到尾以6比3否决这项牵涉到8,000万企业员工的疫苗强制令。It split with the 6 conservatives on the court, saying OSHA doesn't have that authority to do that.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对判决结果感觉失望，因为要求企业员工注射是因为科学甲法律上的考虑，只有安尼做才会当挽救更加侪性命。不过拜登政府也讲，未来也是会继续鼓励企业实施。And we'll continue to call on businesses to immediately join those who have already stepped up, including 1/3 of Fortune 100 companies, to institute vaccination requirements to protect their workers, customers, and communities. 另外一项强制医护人员注疫苗的规定，最高法院以5比4过关。安尼做，全美国7.6万间医疗机构加照护中心的医疗工作者，拢必须爱注疫苗。We're about to get a COVID-19 briefing from military and medical teams on the ground in Arizona, Michigan, and New York. They're part of a major deployment of our nation's armed forces to help hospitals across the country manage this surge of the Omicron virus.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料，13日天全美国新增加110万的确诊病例。对于这么多患者，拜登已经下令后礼拜开始，会部署国民兵、军医、军护等到疫情严重的6大州。另外，政府还加买5亿份检验试剂加 N95的喙安，免费发放给民众。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希望观众朋友今日透早有关是受到强烈冷气团的影响。天气是有较寒，不过到尾晚昼的时，冷气团就会减弱，气温回升。早暗的温度是差真济。另外，这2天各地头的天气也拢袂歹，敢若北部佮东北部会落地渐好。咱就做开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是11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1度到23度，南部地区是9度到27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23度，华东地区是8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